后来继续来看金华城的弊案，看出着案外案，讲中石化的子公司鼎越开发，2019年以372亿购买金华城的土地，这个金额是1价30亿，也就是买入支付的绩效较侪过原本的价值，再加上中石化、鼎越开发甲金华城拢是属微金集团，洪质疑倒手换正手，涨关价转卖金华城，牵涉到非常规交易罪。检调将搜索约谈22个人，其中鼎越开发的前董事长朱阿虎以100万来交保。刘先生，请问金华城土地的买卖有没有违法？记者质问拢无讲话。鼎越开发公司当时的董事长朱阿虎伫金华城案件开庭面对瓜问题了后，又搁出现伫北检被约谈，精神了后100万块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因为被调查出案外案。董事长要不要说明一下？谢谢，各位辛苦了。透明精神看起来真披露，也毋过态度真自在。中石化现任董事长陈水良精神了后200万块交保。检调嘛约谈当时中石化董事长林克明是500万块交保。检调昨发动搜索，查出金华城当时土地标售案，敢若是有牵涉不法，约谈18名被告死的证人到案。检调查出金华城土地标售案，2018年开价是380亿，经过3摆流标了，2019年降为342亿，后来由鼎越公司以372亿得标超过30亿，互人怀疑是鼎越为资本额1亿快速增资到350亿，成功完成土地买卖过户后，金华城是快速的减资。鼎越持有就是公司中石化100%持股，三间公司拢属于微金集团关系企业，被质疑是倒手换正手的买卖。天已经天亮了。对啊，天亮了。交保了为公务省会称中石化当时独立董事出名的经济学者朱芬平。精神了以120万块交保，中石化嘛发出重要的消息，表示讲中石化鼎越会全力配合检调要求，协助调查，公司营运甲财务一切正常，无影响。Hello， 我是庄慧琪，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